来看中华县的消息，中华县政府重视未来学习力。 推动这个科技教育加英语的教育，运用台电因所管的这个350万资金，结合这个 AI 人工智慧、AR、VR 等等这个新的科技加英语的课程做结合，伫这个河郡国中来成立头一间国中的英语 AI 中心。中华县长王惠美参加这个启用典礼，并且嘛讲，只有这个中心的设立来深化国际教育，以科技和英语教学升级，和这个 英语课变加更较好算。中华县府最近伫县内成立第一所的国中英语 AI 中心，河郡国中的家长会嘛投入40万，要让学生有优质的学习环境。你必须跟机场人员有对话，机场人员会发问，然后这里有对话框，他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用英文回复。 利用台电出学金350万，佮以河郡国中校本课程互线做结合，希望透过 AI 科技提升囡仔英语学习的能力，佮有国际观。科技的东西他们本来就比较有接触，那透过这样沉浸式的一个环境，我想让他们在里面练英文啊，或者在里面实作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中华县长嘛讲，未来嘛继续推出中心课程，希望会当提升中华县学生的能力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